今日有一些困过後，轉到福起來嚟咧節目嘅現場咯，嗬，今日來同大家小解嘅嗬，應該算起來係當多年細細時節嘅一個記憶當中嘅一個好美水，嗬，我想講咧，因為睇嚟個妙平巷看太戲哦，真正係當歡喜嘅事情咯，看戲嘅時節又有人搭好食哦，你真件事係所以來係當快樂當享樂嘅事情嗬，基本上來小嘅有感哦。是當多年細細時節哦，細個唔過呢，一下來講啊，嗬，因為誒算係當到嘅子年咧，故數可能愛去食嘢佢就較少嘅，基本上來讓大家小嘅講一愛好嘅東西嗬，一般大家即講再過來推廣俾大家啦，嗬，一下呢轉到節目當中，我繼續來留你問大家來問下頭先啊，就講到除咗你講食咧有一個順次。還有一個酵素，還有一個軟糖，還有一個做成一個芥末乾一樣嘅嗬，本都講可能一般愛食一條東西很利片，然後所以要拿到滾水就做得來崩，滾水就做得食咧嗬，一樣所以來嚇方便啦。再過來咧，野味其實還有一項唔講句，算你吊菜食咧啦嗬，一項係乜嘅啊？阿摩勒清潔米粉，阿摩勒。就頭先講到南外有咁南外一種嘅名嗬。對，是種講法。係。然後同時再講做體內環保，佢就排體內嘅哈垃圾嘅東西都要排掉。因為講一下現代人啊，生活當緊張嗬，古時可能嘅生活作息話嗬，可能就係從頭講家啦，也係講到。食來講婆尖尖咧，各方面就一定多。有時節 Andy 講係身體嗬，而家環境啊，而家環保要做好啦，身體嘅環保咪要做好啦。一樣嘅食咧。佢都按大槍式泵冷滾水做的。最常易講出隻泵茶就做得來食咧，泵冷滾水做得食，還有冇其他嘅方法？也係做醃咯，一般嘅水果當好。水果自己嚇。有這個，當好食。係。唔過好食咧，好食咯！一年愛食一道啊！一年食了1-2包做得咧。我記喺地包係包裝一包1-2包嘅就做得咧，就做唔得食到啊！嗬，也就係所有嘅一下研發出來食嘅產品。好，一研發咧就係你講食咧嗬，像一道順次啦，也係酵素一道嗬，有運用到你嘅料理地包度冇？一下目前。我會用嘅就講用嘅油甘醋，其實油甘醋係上到，大家講嘅沙拉有冇？大家當好做嘅就講做嘅壽司，做壽司嘅時間，你就用油甘醋，壽司的醋，把它改成油甘醋來做壽司，做油甘壽司，當好。那個跟米其實冇相樣，因為當多人就講食嘅壽司嘅時間係唔係糯米？是唔得啦，但是你那個不用個油甘醋落去，就沒有這個顧慮了。你不用一個油甘醋落去過後，哇，一個米絲規則都係攞佢調出來，印好食嚟啦，嗬，所以當一個甜味就帶出來咧，嗬。好，也就講到你嘅順次啊，咪做得來應用到你嘅做料理當中啦，或者還有動到其他嘅料理方式，你super白沒有，大家做啲切架都冇下來吃看下咧，除咗也以外，應該還有。做得本人邊講嘅嗬。對，因為家面前有講嘅有咁嘅維他命 C， 當豐富係檸檬含過一個另個嘅砒霜當過啦嗬，記唔起來。所以佢喺做美容方面咧當好。係。你像有咁當然來食，你都會變皮膚變胖。甚至。看你嘅皮膚就啲嘅。什麼？佢做美容品啦。美容產品嗬，古種你都一下，每幾件要開發到嘅。初步開發咧係面膜。係。面膜幾件要一個出來咧，還有其他嘅冇？初步都一個部分，慢慢咧，嗬。整個去研究，整個來增加啦，嗬，亦都係做得食咧，韓國做得用嘅淺淺嘅果子啊，葉嘅，做得洗澡拿來做枕頭，拿來泡茶，嗬。再過來咧就係果子，哇，真係咧，嗬，一年頭天就做得食，有時間啊，非常之上到咧。喺個捱啊，像講無卡順康有一笪，即有蔬菜好種啦，強隻嘅蔬菜，我來種啊，會難種冇？唔會難種啊。氣候是嘅差唔多12年咧。
当年呢12年嘞。佢要落葉嘅落青青嘢嚟種。就人家下看到日頭，就做得起家種都木筍嘅係嘛？將來有每次帶好幾條佢下嚟落去種都好。係。所以你都也愛留你都賣用嘅，也係。哦，讓我哋合作社。合作社入面做得買得到。對，合作社條買037 224 283。037 224 283，可以啲鄉親朋友對一個有感嘅相關嘅問題嗬，喺講上愛滿就直接打電話來。嗰時愛來種，自家來照顧，唔會難。唔會難。佢用有機皮，也係大皮，佢太當家。有機皮也係大皮，嗬，也做做嘅，因為種頭先講到蟲嘅唔識。條嘅唔識，唔啲嘅嘢咩唔識，也下地道嚟嗬，啱好嘅東西就正式可以拿來食。希望講嗬，係一家人一家庭，一家喺種一兩條花，對身體健康當有幫助。就像頭先容易講到，我平時愛用愛做料理愛做乜嘅，原來咧就要學識。學也就係講，特質家庭啊，學但就講大家，做得來種下，真係咧嗬，也係一隻平時就像啲。有啲人冇學會做乜嘅黐鹽插啦、辣椒嘅啦，嗬，也就學做簡簡單單一摘來，學做要學用葱嘅也就啊，嗬，做同樣嘅意思啦，嗬，也做當好嘅食材，嗬，你做得學自家來種，嗬。唔過呢，種到按太頭，亦從人家現場一條按太頭，一叫嘅時間。啲啊，差唔多4-5年，其實太有動態。呀，下做得大嘅油甘蔗嘛。做得。你蘇當做油誒？呀，蘇當油誒嚇。蘇當做油誒。哦，按樣挺好。古時咧，4-5年嚟就做得大，也係種1年就做得大。哦，冇啦。除非曬太頭嘅啦。曬太頭嘅當然就做得大，一般都差唔多像按太頭，一下按太頭嘅就做一啲大嚟，就做一啲雜嘅。哦，有看到嘅嗬，一下蘇杭都有一個油甘蔗，真係咧嗬。哎呀！冇只帶啲長長嘅用，嗬，一下忙熟古數冇愛用偷工嘅感覺，真係也可以就一定以上嘅一種嘅構字。好，呀，講睇另外像頭先誒黃太講你是家嘅農場，一下更多動態嘅嗬，更多安泰都全部種油甘咩？韓國種其他水果，韓種乜嘅？明日葉。誒明葉來講，可能當到嘅朋友應該就有印象嗬，也係。一種講到火山嘅火山嘅爆發過後嘅泥大下個生出來嘅植物啦，係一種算芩科的，算長菜葉。長菜葉，嗰時候係種長菜嚟用係嘛？一做得種長菜，一做種藥用，因為佢葉嘅當像長菜，係佢有特殊嘅一個有機質，然後硫磺質，所以是隻芩葉。韓國骨幹，芩葉骨幹嗬，韓國佢嘅生命力來講，生命當強嘅嗬。見得說，很多名醫藥都講，你見過以後經驗有3葉嘅意思。啊？見睇咧？有個3人參與。偏葉有個產筍，有個生出來咧。按腳啊？嘅日本名很多名醫藥。係。名葉啊，嗬，葉嘅，按樣而到種來講，咩要特別來去推廣嘅係嘛？做茶包。做白茶包賣10多年嘞，做茶包賣10多年嘞，哇，真係咧嗬！一個有氧嗬，一個花好冇愛做了，耕種有氧子係現炒嘅啦嗬，也都係當好嘅咩嗬，韓國有抗菌有環保，也都係你講到嘅一個明葉嘅產品，除咗茶包以外，做得像你做料理冇？有料理嘅方式。咁樣做炒菜啊，做炒菜係。做燉雞。燉雞。各種料理面做嘅，就可以按樣嚟去變化。好，也就係你講，也明葉再過來，還有冇？還有種其他冇？我嘅農場都一直以來嚇要做透油，要做透油，祖傳嘅透油。前日報嘅應該透油嘅新聞動態呢？哦，幾下你都嘅我哋透油做唔出來，供不應求，就唔拉賣咧。拉賣。幾下嘅段時間，然後大家都買透油哦，就聽說愛買一個天然嘅品質好。嗰時唔記得做透油嘅技術喺哪邊學啊？以前阿公到日本時代家下開細雜貨店，日本人高級嘅技術，先了解下。
佢本面因為大家啊做咗上海，講嘅下哦，啊講落阿成北，講阿成北大家都啲嘅，家下我喺上海南莊嗰全部啲嘅，係，古時嘅下日本人教佢，阿咪下係馬啥學起來，本面我爸教幫我睇過，我睇過兩會退休以後，都慢慢嚟做係啊，都慢慢嘅老爺嘅技術，嗬，要個開始來做下去，冇幫佢實傳下去，一樣而到目下目前開始自家個做跳搖嘅時節，係什麼背嘅，也係。一時都要做，一時都要做，全部做自家事，天天。係。你慢慢嚟變到張開始自家事，本面都隔表連沙，總督行大家事。所以佢大家印傳印多。都人幫人咩？超人幫人也唔拉用。根本就唔是廣告嚟嗬。錯，都係來。但這樣做係有認真，來嘅經營嘅投入都了11年。做古時你竟然投入也部分就做係11年嘅時間咧，嗬，11年嘅時間，就係堅持，學也嘅愛做好嘅投入。唔過而家嘅原料都哪來？原料係都屏東生產嘅嘅龍頭嘅，韓國一般非基因改造嘅魚頭嘅，屏東嘅韓國唔係基因改造過嘅一個魚頭嘅，嗬，也都嗬，學也都。你自家嘅想講生產嘅有一碟蔬菜咩嗬？也係你做嘅，也係阿哥做嘅。阿哥做嘅，唔係你做嘅啊？你平時要去聽書嘛？行手啦，要啦，阿爸我做去聽書，我附近我不會行銷。係你都好喺偷油，我按好除咗原料好以外咧，還有買下貼片嘅冇？都講冇加嘅化學嘅東西啊。錯。最重要係冇加化學東西。嗰時喺都南莊。韓國書法。南莊也會做，以前都南莊做，但最近幾年因為人南莊熱曬唔拉，呢條唔拉梯啦，所以就都南浦實廠，都南浦去實廠嚟呢條梯咪喺夾做喺夾。個做跳搖一個，熱椒係當葱油嘅。當葱油，佢喺暗講裝訂以後至少使醃180年以上。180年就係講最少強用老上次強用。6整年嘅時間，哇！真係咧嗬，你講啊，食來講啊，嗬，食到唔跌當嘅食會唔會引起一個講偏痛？相對來講啊，係講你要一個好嘅食材，要好好來運用，對抗天好，係講咧做啲照顧下人咪照顧好自家咧嗬，也都係講按到好嘅食材，你會透過呀節目慢慢咧來收集培養親朋友，咩當時問我要按到嘅朋友願意來提供自家嘅專業，然後也按好嘅東西來留佢保留下來啦嗬，咁樣當時問黃太哥係個也個願意來到節目現場，安子謝，謝謝什麼太家。什麼非常，什麼各位觀眾朋友，有很多美麗來了，大家老師有感，什麼大家。好，安子謝咯，嗬，好啦，安子都要俾先來聊下，講下記得聽你嘅先生，聽下來，好運通，什麼大家。